来乡亲啊，这个中央普发到6000块的现金，上紧的领钱的方式，就已今仔日开始了。乡亲只要摕到提款卡、身份证甲健保卡，直接到摕这个自动的提款机来操作，就会当领6000块。不过乡亲爱斟酌的代志，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提款机是毋是有打一个伽马式的大纸，有打伽马式的大纸的提款机，才有法度来领到6000块。 简单的操作，唔免1分钟，现金就领会到。今日即起，全台湾有将近26000台提款机，拢会当领到政府发的6000块。想要早一点，赶快把钱拿到，就可以赶快去使用，蛮快的。公司楼下就有开心的一天，所以就想说可以直接下来领。 真个上班族赶伫上班前领这6000块，要过爱有提款卡、身份证加健保卡，另外嘛开放民众替还未满13岁的人领钱，是讲这嘛是爱有身份证加健保卡。为了应付这一人伫领钱，银行嘛有准备通知了我们这个配合的保全公司，针对整体的这个保全的这个水位啊，还有就是运补的机制的次数的部分，都会比照农历春节的部分来做相关的调整，是提高到最高等级的这个状态。所以整体的这个维安的部分，其实民众不用担心。 唔有加派卡手，银行嘛特别伫提款机增设6000块的专区，同时各大银行有提出优惠。台新银行4月到5月会使留点数，中国信托超商指定商品买送1，还是买2送2。 原来银行是限量60个名额，会使留6000块的绿卡金；华南银行是留 iPhone 14等等的超商礼券，和民众会使将这6000块放大再放大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